建龙啊，进来哦！马是的，安尼啊，恁才到外国呢，这感情免进展啊伤紧，你要搁考虑一下哦。我甲卢家一见如亲，伊对我也绝对是真心的，我无需要搁考虑啥物啊。你以前拢叫伊罗公主，今嘛叫伊罗家，叫到遮尔亲哦。你敢知影？这个人哦，足好色的呢。前几工啊，伫咧府城，甲一个青楼女子，搁伫遐高高伫，即马就要倒来甲你拜天地，你唔通叫伊骗去啦。青楼女子，你讲的是梅影。其实，这罗家拢已经对我坦白，只要伊对我是真心的，伊介意倒一个女人要娶入门，我拢无意见啊。安尼啊，你想遮开哦？而且伊阁赞成我替梅影赎身呐。罗家，我以为你是一个正人君子，想不到你根本就是一个变仙啊！哈，你一个人面小心的人啊！你一定是下什么胡仔水，咱俩啉，阮咱俩才会分不清楚是人还是龙。哎呦，你有要紧无？我无要紧啦。你！哎呀，以后咱都是同一家人咯，何必讲话遮歹听？有啥物代志，是毋是应该豆豆讲就好？哈？什么你豆豆讲？谁跟你一家人啊？这门的亲事，我无答应。你免搁讲，互阮阿娘决定。娘，互你拣，是要拣我，还是伊？两个敢来当拣一个哦。你遮尔无理取闹，我无可能会选择你。娘，咱两个相依为命，你即马叫人选择外人哦。我知影，这公主啊，已经无我用心之地啊啦。我走，你老，我若是离开哦，就会当成就这件美事啊啦。就算我死哦，嘛无可能叫阿爹啦。参见义表。